先教育班咧，带动大家来上课嘛。啊，若大家拢对后天啊，伊要讲倒转去要定时当上课，这是困难。所以讲，就是因为安尼咧，引起老师心伤悲。看天时已经无早，咱来了解，看天时咧已经无早。那么这个天时就是三期月减对的时阵，就是三期月减，三期末节，天温以上秋啦，即摆是天温。甲秋就是一个收煞，是一个收煞期所以讲到秋天的时阵，万物咧拢这啥咧，拢无期啊。那么咧，伫这个科学家来讲咧，这个地球物资减少，地球的物件较用得了，咱各位前面较用得了，地球的物件较用得了，袂到尾会啦会了。就亲像咱厝里的仓库共款了，这仓库的米食来了食，因为地球是了，所以讲咧，这个物件有一种用，甲咱物件要食的时阵，咱遇到咧食啥？所以讲咧，咱即各所在咧，都有咧做资源回收。为什么这资源爱回收？因为这资源就是地球内底的资源，这资源用了就无啦。那我咱按资源回收，纸会当收来定用，塑胶会当定用，铁会当定用。那么咱开发了地球的资源，就免开发来上用。那时阵，你资源用了，这个地球已经亲像咱的米啊无米共款啦。所以讲咧，咱资源回收其实嘛是功德一件咧，咱来去了解。足侪老菩萨咧，拢去捡资源回收，为啥呢？因为伊安尼嘛会当做功德，安尼无咱的地球，才会当去延年益寿啊。物件要用了，的时间会来较久。所以讲咧，咱爱上单位咧，咱嘛有咧做资源回收啊。所以讲咱家己咧，厝里头咧按资源回收的物件，咱会当家己分类回收。以长久来讲咧，会当咱做基金，咱嘛会当来做功德。咱会当做功德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去了解，为即种用的时阵，也就是已经3期月减的时阵。所以讲咧，遮老师来讲，天时已经是无早，天时已经无早，咱要等较定时的，天时咱嘛，所以讲咧，天时已经无早，为何伊唔知影？为何咱唔知？其实唔是咱唔知，其实咱拢知。这会使讲是天灾人祸足万济，这是上天伫咧迎接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去了解，咱来去了解，怎样你一去专业有信啊？从咱来讲，遮条为什么拢无因信传到咱到了这个无极里天？放生老师多多一个人，那么呢，若是无本会用得出来时，加两本这个心内的这个悲哀，互阮咱若互阮的时阵，就是咧归巢的时候，就是要回家的时候，互阮互阮就是咱咧倒转去的时阵，就是鸟仔咧归巢的时候。但是老师看这个情景，为什么呢？伊加强内心的悲哀。伊天时都无早，都已经暗，为什么家己有伊点这讲来讲去等？
所以讲咧，伫即个当中咧，老师咧，只有万道理啊，毋通忘了过了，咱就向第一去。咱有一个几天，大家每日理想到目屎，希望能早一点。当然咧，咱伫遮咧，会当来了解咱老师对咱咧，一种的这个盼望，伊会流目屎，毋是无
应了咱老师伊后来即个啥关心了即个道理，就会做法。咱即马咧，咱请菩萨咧，再来感情，谢谢大家。
啊，就可出，像阮妈妈讲，咱伫这个长春的附近咧，会米金甲新店，伊大家咧拢是伊个看咧电视伊安尼。那么，另外家里面咧，伊嘛起甲真好势。其实我感觉讲，对于了中青的这个读经班咧，讲起来对于我实在讲，会使讲是非常好啦。因为咱不时咧就是咧充实家己，家己的时间来发达，咱讲本来可能你像看电视嘛是会，咱会来听这听这，对咱的心情来讲，总是真大一个帮助。那么来讲，咱真济来参加头壳选的，会使讲总是小声，拢真用心伫咧记这个经文，你拢总是甲背起来，毋是像少年，像土仔，讲我21张起。
做事的。经过时间，我是说，真正得心的。